別人不幫你，不用在意；別人如果要害你，一定要反擊加遠離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封面圖為中國宋朝的皇后漢服圖。冷漠無需放心頭，惡人自會自爆謀。天光妙藏心本愛，我大自在天地遊。寫這篇文章的緣起，今天我靈感多，我一口氣寫5篇文章。本片是第2篇，是我和仙女星人外星人通靈後的信息。這位仙女星人名叫 LA， 中文讀音拉，是在仙女星上負責療癒的女神。正文斜線通靈內容：親愛的地球靈魂啊，我是來自仙女星的光之導引者 LA。今天我藉助屠龍術的肉體來和地球人通訊。首先，讓我們來說別人不幫你，不用在意這一部分。許多地球上的孩子、老靈魂、電纜小孩、有靈性覺知的人，總是因為地球人的冷漠而感到極度失望。但本仙以月光正義之心告訴你，那些冷漠的人必有懲罰，就是在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，沒人幫他們。其實這就是吸引力法則，什麼樣的頻率吸引到什麼樣的人事物，懂嗎？如果你討厭某個人冷漠，不幫助別人，那你就祝福他，他受苦的時候也沒人會幫他就好了。他們要冷漠，就讓他們去冷漠啊！你自己成為一個善良有愛心的人，不就好了？幹嘛要管別人呢？我們的宇宙啊，會精準記錄每一個人的生活動態。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個大電腦，所有人、所有動物、植物、地球人、外星人的行為，都會一一記錄在宇宙空間中。這就叫阿卡西記錄。冷漠的人必定會受到同等程度的冷漠，沒人能逃掉。這就是宇宙的因果業力法則、吸引力法則。你不用譴責不幫助別人的人，他們的會自動自爆的。再來，請坐下，抱杯玫瑰花茶，深呼吸。我繼續講第2個主題。遇到傷害你的人，一定要反擊加遠離。親愛的，人家有攻擊你和人家冷漠的不幫你是不一樣的。我不幫你，不代表他做了壞事，只能說明他這個人不夠善良。我們就相信他會自我毀滅就好。但是人家攻擊你，你就必須要阻止他，遠離他了。如果你任由低頻攻擊的能量靠近你，困住你，那麼你的能量頻率再就會變低。又因為你低頻了，所以會吸引到更多的負面事件。這不是你想要的人生，對吧？所以你必須站起來，用光之劍切斷那些不屬於你的能量連結。你需要明確的拒絕，不再討好，這2點就夠了。然後能以多快的速度遠離那個壞人，就以多快的速度。這其實是一種宇宙語言，更是一種宣誓。我不允許這樣低的頻率再靠近我，我只願意與愛、尊重、真誠的人同頻共振。放心，好人在地球上無處不在，逃是永遠逃得掉的。不用擔心下一個人、下一家公司、下一個學校會不會同樣負面，不會的，因為你自己先發出了遠離低頻的意願，做出了遠離低頻的舉動。那麼根據吸引力法則的原理，你下次遇到的人，要麼直接就是好人，要麼就是和你一樣遠離低頻的人。我們的宇宙不是變態，而是一部中立又客觀的機器。吸引力法則不會懲罰你勇敢的離開，只會獎勵新的可能性。請記住，地球的光之子，你不是來地球忍受痛苦，你是來地球享受生命、綻放善良的。這就是高頻率的自愛，也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則魔法。屠龍簽約，冷漠無需放心頭，惡人自會自爆謀。天光妙藏心本愛，我大自在天地遊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